盐水溪呢，整个是属于中央管河川。那盐水溪在第6河川局目前整治的概况呢，下游到目前大概整个到八甲桥以下呢，目前大概都已经有完成初步的一些整治，就是说防洪高度也都已经达到了。那接续呢，我们在今年呢也去投编的浸会呢，将会做妈庙桥的右岸呢到七甲桥这一段的一些环境改善，还有整个堤防，让它整个堤防设施较完善。那七甲桥到八甲桥这一段的堤防呢，我们也会在筹措经费，将相关的水防道路的连通也好，或设施让它做完善。桥造起来对两方面的居民都很好，尤其上班族的，他们的走。归人要到我们这边上班，到新市都是走这条比较近，至少没有红绿灯，还有路也很宽大啊，还有这边的农民呢，因为几乎这边的农民都是归人的农民，所以他们在要耕种的时候也是很方便啊。伊这个地段是属于关庙下湖段，所以属于下湖里。我讲无咱去做一个以后的一个研究，比如咱下湖里七甲里的一个名称会当留落来所以呢各取一个前面一个字就写一个福气。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盐水溪是台南市境内中央管理的河川之一。经济部水利署第6河川局逐年办理治理工程，来改善沿岸淹水情形。其中七甲桥因梁底高度不足，容易形成水患，所以桥梁改建及堤防改善工程相当紧急而且重要。台南市政府水利局主办七甲桥改建工程，历经1年的施工期，在今年4月完工通车，改名为湖七桥。改建后提升防洪功能，也让关庙及归仁区民众进出更加便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水利局长怎么说吧。那这个桥梁的改建呢，最主要是我们获得水利署的一个经费的补助，大概5600万，那总经费是7105万。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市府也有筹了1000多万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经费。那这个桥梁呢，最主要过去是一个它那个梁底高层过低，有影响通洪。那所以说呢，我们跟中央争取经费来办理这样改建。那这改建完成之后呢，原本的桥宽大概是只有6.5公尺，那在这次也拓宽到8.5公尺。那这个桥梁改建完成之后，对于归仁的七甲跟那个关庙的下湖里这个两区的民众来讲，这个也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大事。桥梁改善完成之后，包含我们周遭的一个防汛道路，也可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衔接。这个交通的改善对地方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海巡署台南查缉队侦破修理大宗的海洋保育类制品沙鱼剑，专案小组接获证资料后，经过几啊个月搜证，发现犯现伫网络涉嫌贩售海洋保育类野生动物，包含尖齿巨鳐、后鳍巨鳐等制成品，也就是俗称的沙鱼剑。通常拢是民俗信仰当中机动摕一种法器，这次查获数量市价高达2000万。这个案子，我们就向台南地检署的检察官申请指挥侦办。在侦办的过程当中，我们陆续发现到，在全省相关的台北、台中、台南跟高雄等地都有类似这种贩售保育类的这个制品。除了沙鱼剑，另外，还有一级濒临绝种的动物独角鲸，伊的毒价也成为贩售商品。看到独角鲸，或者我们叫一角鲸的这个产制品。那事实上，一角鲸我们虽然都叫角嘛，你以为是鹿角，事实上它是牙齿，它是牙齿，它的犬齿，然后大概2到3岁是往前面会整个凸的长出来。那因为一角鲸或者叫独角鲸，它在生活的区域都在很靠近北极的海域。所以事实上，台湾周遭是没有
没有这些出现的记录。这次查获市价高达2000万，对着这制品来源，专案小组阁要追查，而查获16名犯嫌，将全部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上悬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可上悬150万的罚金。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如何解决安平旧城交通塞车一直是地方的寄望，其中苏科连通安平渔港两环的成平路甲永华路的跨港大桥终于有了下落。目前总经费13.5亿工程，干务局已经向中央争取9.7亿的补助。上午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嘛热烈考察。立委林俊宪邀请交通部处长南下关心，向乡亲报告该工程预计年底发包，114年中完工的好消息。61线下来的所有的车辆，咱就往这条桥，互伊走过永华路，伊若要去继续行快速公路，伊当去走80人，伊就走滨海公路嘛吼。然后你也就去港区，也去走滨海公路，去套86号，看要国1、国2，它就很方便。哦，所以咱台南市这两个任督二脉，这两个所在拢跑得通。哦，即马现在进度看起来都差不多啦，这进度是不拢差不多。你若今年发包，啊，这个安平跨港大桥啊，今年当发包。哦，你咧做几单？3单哇，吼，3单哇。啊，咱这个差不多4单啦，吼。这工程拢莫去拖因着，差不多就要共一个时间会当通车。哦，这对台南市的未来交通哦。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建设。因为跨港大桥嘛是市长黄伟哲担任立委期间所争取开辟，市长对着该建设将解决安平交通，同时串联观光加经济商机表达感谢。是一个环状线的概念了，因为以前是要单向，好要进出，现在是有进有出这样子一个非常便利的环状线，相当程度的解决了安平的这个假日交通拥塞的问题，不管是曾文溪大桥，不管是跨港桥，都感谢我们林俊宪委员还有我们市级的委员大家努力，尤其在交通委会长期服务的林委员那感谢交通部能够从过去林佳龙前部长到我们现在王国材部长，还有我们陈次长陈彦博次长所以还有公路总局各位长官许局长还有各位长官一起努力能够让这个交通顺利能够完成。根据了解，跨港大桥设计已经进入尾声，其中桥梁结合台港生态甲历史风貌，嘛和当地参与里长共同见证，相当期待。台南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根据气象预估，未来3个月雨量也是有限，所以淡市20号宣布4月26号开始，包括洗车、三温暖甲公司的游泳池等3行业停止供水。对此，上午的议会水资源运用现况的专案报告当中，议员陈一定表示，虽然无可奈何，不过针对相关业者生活，也有相关的配套，并加强宣导。水情持续严峻所以从4月26号开始，包括游泳池、洗车业者、三温暖，还有26号开始就停供自来水这是昨天这个我们市政府的 LINE 发出来的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当然大家知道要共体时间啦那但是突然就宣布了26号，包括洗车场游泳池、三温暖、水疗业者停止供水那请问一下这些人的生计何去何从？我们有什么配套的作业？有洗车场有的比较大型的，那洗车场其实就是小小一家，可能就几个人的一个小公司。那请问一下，你叫他们这些这些工作人员怎么办？现在目前有一个停止供水的一个状况，是。那当然他们在营业上面是不是有一些那个损失的部分？大概有一些的减免税收的部分，是。大概也会做一个这样子的减免税收。对。那第二个呢，当然在那个洗车业者，因为它是非跟人体有接触的，这个我想我们市府这边大概有一些再生水，也可以供业者这边来做取水使用。天公伯也无落雨，台南地区的水情已经进入规工减压供水，议员进一步烦恼，当时要行到1礼拜供应5天，停2天的辛苦，要求局长表态。我们不希望走到说真的去，当然不希望说真的让大家影响大家的用水因为停5公2对民众来讲也是有很大的一些问题跟麻烦但是未雨绸缪啦所以我想请教局长我们
就我们现在的看起来，如果一直不下雨啦，什么时候可能会面临要提5公2？公务停这个部分，我想最后公务停2这个部分大概应该会在中央灾变中心这个会最后来讨论这个相关的一个作业情形。如何将水资源的利用甲调配更有效率？上个议会专案报告，在这议员拢拥有出席关心。对着民众主动省水，超过30%的民众，市府嘛将祭出100万奖金的奖励，前600名每一户会当得到1000块的礼券。但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将户外气温改成室内养殖场，除了增加鱼虾产量，同时促进装太阳光电，也有第2收入。这就是政府积极推动的鱼电共生。不过，议员刘维印上午伫议会表示，为伫南区民兴路有2场气温业者拢无向农业局申请的吞涂，听说根本无合法，强烈质疑是市府护航。它原本是休养的渔温，然后它还没申请的时候，它的去吞头啊！你们查获之后，没有要求他先恢复原状，还跟他协商护航。农业局你有没有去看过？有去看过，局长有没有去看过？这一场我没有去看，都是我们承办同仁还有科长去做。有去看过嘛？当然，因为淡市养殖业范围所谓数字，加上日照充足，嘛是发展太阳光电的优势。不过，议员创专表示，台湾的农产纷纷变成光电帮，甚至连湖甲水库拢加入种电的行列，质疑数大间真正水，强烈要求市府严格把关审查。我们的屋顶型的重电。很多好处可以带动全民关心重电合并行全民运动，而不是老是把点子放在农地去侵害渔温，然后万一以后发生战争的时候，上面禁闭有人家，我还有嘞，动到那个水库，那个用水的第一张照片呢，动到水库或是很多风景美丽的湖泊，这怎么会是？都已经能招进去啊啦，因为水口里的风台那个光电的设备被打破的时候，那是会有毒性的呢。那亏你们都还会去管制说，在农地上种电的，您的爱的清洗不准他用化学药剂，对不对？这里面有规定嘛？那你们还会让他在湖泊上、在水库上种电？根据了解，目前台南推动太阳光电，除了经发局加码补助厝顶的光电，甚至辅导违建的厝顶设立以外，各局处马上依照环节动起来，对政府带头。目前同意备案装太阳装置的高达7821件，已经是全国第一，而且伫去年底已经达到2 GW 的再生能源目标。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科技发达，通讯以及交友软体普及，各种讯息传播也越来越快。但民众有没有想过，你所转发的讯息是否是假消息或者是假新闻呢？为让民众对于媒体识读有更深的了解，双子星3冠网有线电视规划多场媒体识读分享，这次来到北区振兴里活动中心举办，透过实际的案例分享，让社区长辈更加了解如何辨识真假消息。网站啊，什么的种来看伊个话有假啊真的啊，
会当了解啊，看是诈骗的啊种啊。加减了解哦，一寡假消息的，较了解一寡假消息啦，会当较会了解啦。啊，无伪全部拢是骗人的。透过实际网络诈骗案例以及明白易懂的 CG 图卡，协助长辈更能吸收各种防骗资讯，也让振兴里发展协会总干事侯美惠非常感谢中嘉集团的用心规划。现在资讯非常的泛滥哦，那我们有时候一些讯息对我们来讲，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如果透过你们这样子的推广的话，除了我们这些年轻人以外，我觉得我们社区的这些长辈，他们更需要了解。双子星三冠网有线电视从去年9月开始办理媒体识读宣导，至今已经开办过7场，不管是在校园或是社区的活动，均获得热烈回响。今年预计将在举办12场宣导，欢迎对活动有兴趣的社区或是学校，可以向双子星三冠网有线电视洽询报名资讯。打击假消息，人人有责。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根据吉米新店大社区医生表示，这款甲状腺囊肿俗称甲状腺水泡，通常因为体质的关系突然间爆出来，以良性为主。不过因为像水球同款细的暗管，不只影响外观，患者嘛做烦恼。对此医生表示，过去拢是用开刀，不过其实伫超音波引导，透过酒精注射疗法，无需要大医，嘛是另外一种选择。甲状腺的良性的囊肿，大部分就是选择开刀。那其实近几年来，就是国外呢，它有一个新的选项。那这个治疗方式其实已经非常久了，大概198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做过第一次。那最近的话，这几年的话，他们又开始比较多人选择这样的治疗，就是局部的治疗，那不用进开刀房，不用全身麻醉啊，也不用插管，这样子，就是在门诊手术当天，如果没有特别不舒服的话，就可以回家。虽然该治疗是门诊手术，不过嘛受风险，而且至少需要2摆疗程，片面搁再压起来，加上对酒精过敏的人就无适合，所以治疗进程也是需要医生详细评估。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医生表示，一名76岁女性因为脚老虎疼超过2冬，长期食止疼的大药布，嘛伫关节内注射顶治疗，不过一行无偌久就开始疼，无食药竟是疼甲无法度困。伫各种治疗拢无明显效果以后，后来生态病院诊断就是退化性关节炎，先选择用发炎血管贴起来手术来治疗，疼痛已经大降低。经动脉发炎血管栓塞术这一个治疗，主要是针对于长期慢性顽固性的肌腱炎、关节炎所导致的疼痛所做的一个治疗的方式。那它会经由动脉，我们听过心导管嘛？那这个就是类似膝盖导管、肘导管等等的导管，去找到发炎的血管，去做一个栓塞，达到一个止痛的效果的一个新型的技术。因为我脚疼的时阵，疼啊是最厉害。尾啊，人介绍骨科介绍王医师，王医师帮我做了，现在疼痛啊，几乎差不多不到1吧。相信有不少人，特别是长辈，常常吃酸、遐疼，一疼了足久，改善的效果嘛无明显，相当困扰。对此，医生强调，这有可能就是慢性的发炎加痛疼。目前，生态病院对日本引进这款的手术，并且有侪临床的案例，得到袂歹止疼效果。台南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全球拢在推动绿色产业，其中台湾绿色能源上指标性的沙轮科学社当中，就出现一座会当配合日头方位长360度的建筑技术，为了符合先进国家这边的趋势，重点嘛是甲一般主体比起来，会当节省将近1/3的能源。其实是模拟我们建筑不同的房屋的坐向。所以我们这一栋测试设备里面有2个一模一样的房间，所以它可以看太阳的角度，它来做不同的旋转，
那么我们可以去测试不同的建材啊、不同的设备啊，譬如说窗帘，在这个房子里面有西晒跟没有西晒的情况下，它的效果怎么样？那两个一模一样的房间呢，可以让你比对房间里面的舒适度、光线啊、温度各方面的测试，都可以在这边进行。另外，这几栋就是模拟南台湾上只看到的透天厝，希望透过太阳能发电，并且将假能源捡起来，用智慧能源管理的技术，依照日头的状况，希望达到拢无消耗掉能源的目标。绿能最大的怎么做呢？我们就是把所有的电在晚上要充电的时候，我们限制它。例如说我们明天要用到2度电，我们剩下的电的部分我们剩下2度，其他的就是靠白天，因为我们南部天气比较好，所以发电效果会比较好。所以我们如果说储能是够的话，我们基本上晚上就不会让市电来充电，也就是尽量去把那个太阳能发电发挥到最大。那万一真的不够，就是市电再来补。但是我补不是把储能补满，而是补到我们需要的那些电力的度数。所以我们是有个 slogan 叫做绿电最大化，市电最小化。工业技术研究院透过甲日本等12间大厂的合作，同时结合新加坡甲美国学术单位力量，将持续导入创新热能的科技，开拓智慧能源的庞大商机。3、2、1，请点灯！现场来宾请给热烈的掌声！创新绿能科技开拓智慧商机。今日新闻军籍何乔邦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